30年嚟，好多時明明眼前冇出路，但係原來只要按住自己嘅良心同埋信念去走，去堅持，咁就自然會行出一條路出嚟。我入大學嗰一年，同一班長春社嘅朋友，叫政府唔好拆中環嘅香港會所同埋立法會大樓，結果政府讓步，話2個只能活1個。逃過一劫嘅就變成而家嘅立法會大樓。望住佢，我更加明白，如果我哋唔堅持，我哋珍惜嘅一切就會一忽一忽咁俾人割走咗。我入行第2年，去咗沙田污水處理廠做地盤工程師。污水廠投產之後，吐露港嘅紅潮幾乎從此消失。改善市民嘅生活環境，呢啲就係工程師嘅天職。回歸後第4年，喺我哋爭取之下，九鐵終於同意俾塱原支線改為喺地底隧道穿過。好多國際專家感謝香港，好多工程師好開心，因為保留咗國際級嘅濕地之餘，工程界有更大嘅發揮空間，係商人嘅聰明方案。04年，我哋開記者會要求政府保育景賢里，政府冇出手。3年後，竟然你新業主開始拆屋，政府先急急喺3日後將佢宣佈做臨時古蹟，再喺3個月後同業主換地。結果工程師反而可以發揮更大嘅專長，一班修復古蹟，一班起新樓。工程師有新視野，自然有新工程。工程師做嘅嘢影響好多人嘅生活，影響下一代嘅生活，我哋點可以唔企高啲啊？9月7號，請投黎廣德1票，請投企高啲1票。